看你斯斯文文的样子，怎么跟那些人在一块儿呢？臭和尚，别胡说八道，把这些姑娘放了。哼，我才不会把他们放给你们这些人呢。和尚不去礼佛念经，却到这儿来抢姑娘。你也知道和尚该礼佛念经，那你知道书生该干什么呢？当官的又该干什么呢？老百姓又该干什么呢？哎，做人呐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等你下辈子转世变成了牲口，照样也会被人杀的。你到底放不放了这些姑娘？干嘛追这些姑娘？姑娘的肉很好吃吗？哎，对了，你真要吃肉，就吃我大和尚的肉吧。来，随便挑一块吧。怎么了？大和尚的肉不好吃吗？快点！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，燕子三绝诗书剑。这小子用的是严家宝的功夫。怎么样啊？快走吧，快走！快！哎，我还以为你是跟他们一起的呢。喂，哎！阿弥陀佛，善有善报。和尚，行你的善去吧，不要老是跟着我。不对，不是行善，是善报。善报的意思就是报善。知道刚才那些人是什么人吗？是横行太湖的恶霸。哎呀，吃肉已经很不对了，可他们还要吃这些姑娘，说姑娘是米肉。知道米肉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吃大米长大的肉。你可以把这些姑娘带得远远的。本来是我一个人带走的，可是现在你来帮忙了，就得分你一半，对吗？我怎么会遇到你这样的和尚？哎，听说过三乐吗？乐善、乐施、乐报的三乐。世间万事都有因果，因果报应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这三乐最与众不同的就是这善有善报，不用等到来世，他只要看到有人行善，马上就会回报他。哦，会有这样的人？我大和尚就是三乐。你就是三乐？真聪明。是那个见了人行善就要马上回报的三乐？那是。哎，那不是有个人正在行善吗？啊？哪儿呢？人呢？哎，你跑不了的。你不是那个乐善乐施乐报的三乐吗？哈哈，你总算记住我的名字了。你为什么善恶不分呢？啊？乐善乐施乐报是为了知乐得乐享乐，可不是强人所难，逼着人家要你的善有善报。知乐得乐享乐，哎，有点意思啊。好，我三乐从今天开始再也不是乐善乐施乐报，而是知乐得乐享乐。哎，我大和尚行走大半个江湖，总算碰到一个比我还聪明的人。那就赶紧享你的乐去吧。哎，你比我聪明，你应该可以做我师傅。你干什么？师傅也要剃头啊。师傅，这是杭州城吗？怎么这么荒凉啊？大师傅，我饿了。哦。哎，那边有人施粥，我去化点斋饭来。快点，来，哎，跟上啊！下一个。别急啊，都有啊。这粥的味道也不错嘛。皇上，怕什么？毒不死你的。我来到这里，也不能体味这民间的疾苦。你也尝尝。是。下一个。
是啊，没想到杭州距离南京没多远，这差距就那么大呀。所以啊，刘瑾，还是你调查不够仔细。我看这杭州，毕竟该救灾。皇上，其实这也是我们人手不够啊。东厂西厂锦衣卫，养了这么多还不够。皇上，您的天下这么大，这些人分散出去，其实只是九牛一毛，无论如何也不能面面俱到。那依你的意思，该怎么着？依奴才之见，我们再设立一个内厂，这样一来就可以把东厂的人腾出来。好，就按你的意思去办。皇上英明。你说这曼玉街，腿都断了，还施粥给百姓，说不定真的是我们弄错了。那些刺客可能真的是百姓，也说不准呢。皇上，这都是表面的，这人心毕竟不是一眼就能看透的。你小子是嫉妒贤才吧？奴才不敢。那就找个机会，给他官复原职。看来这江南的盗匪也该整治整治。我还有重要的事要做，那边有周河。哎呀，你不能走，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啊？你们可以跟着这个大师傅啊，饿不着的。可这个大师傅是个和尚，我们是姑娘家，我们总不能成天跟着一个大和尚吧？还有啊，万一我们又遇到那些坏人，那怎么办呢？他们会把我们都吃掉的。是啊，那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要不你收我们当徒弟吧？我们有了本领，我们就不怕坏人来欺负了。对啊，叶大哥，你就收我们当徒弟吧。你去哪里吧？不行，哪里？我有很多事情要做的。再说你们跟着我也会很危险的。好了。严大哥，严大哥！干嘛？师傅，你在哪儿啊？还是个和尚啊，这么奇怪。嗨，这种年景难得有客人来，而且还是这么威严。是啊，和尚大爷，哎呦，和尚大爷，不好意思啊，别跑嘛。刚才是
你们2个最后打赢的吗？你是干什么的？连我都不知道，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呢？嗯。天下第二，谁与争锋？天下第二，谁与争锋？怎么样啊？力劈华山！还以为你们演武场选拔出来的人有多厉害呢，原来不过如此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我的武功太高了，所以你们才显得这么差。今天没工夫跟你们玩了，你们自己玩吧。长春，老爷，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？那会不会是刘瑾的人？刘瑾还是没有放过我们。这刘瑾也太过分了，老爷都已经去职了，他又穷追猛打，他到底想要干什么？刘瑾深不可测，我想他抓我放我这一切都不会那么简单，他一定早有预谋。长春，把我放下来。是。爹，爹。老爷，老爷，银川，我们听说你出了事儿，大家都担心你呀。哦，小姐也都来了，小乔也来了。小乔，爹，爹，你的腿怎么了？我没事儿，都是刘瑾干的。老爷他的腿，我没事儿。刘瑾下手真狠。没事儿的，等咱们回杭州啊，一切都会好的。长春，哎，爹，哎。那，我来。爹，我来喂你吧。不，我自己来。爹做了这么多年的官，还是这么固执。如果你不是这么要强的话，怎么会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呢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念，只有坚强的人才会成功。那爹总还知道“物过刚则易折”的道理吧？其实何必要拘泥于形式呢？不管是用刚还是用刃，只要能得到你最后想要的结果，不就对了吗？哼，爹又何尝不知道这些道理呢？但如果人一味的委曲求全，总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活，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？爹，我们不说了，喝水吧。好，保护好老爷。生活不错嘛，青天白日，朗朗乾坤。你们这是？今天天气不错，老子算是选对了日子，把该拿的东西都拿出来吧。让我过去，老爷，让我过去。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难处。现在江南大灾，我知道你们也是被生活所迫，但是你们不应该拦路抢劫。如果你们需要帮忙的话，住嘴！自个儿都站不起来了，还啰嗦什么呀？好，
既然你们都不乖，小的们，给我抢！是，住手！你是谁？南京刑部衙门总捕头秦照。你是秦照？赛阎罗，这1年来你作案43起，杀人21个，真不愧是江南第1名捕，比我自己记得还清楚。说吧，今天想怎么着？今天是你第44起，属于抢劫未遂，我先给你记在账上，改日一定将你们缉拿归案。怎么着？还不想走吗？我们走。秦照见过麦大人。今天多亏了你，要不然不知道又会闹出什么事了。江南盗匪横行，秦照也有责任呢。这还不是因为连年的灾荒。如果国家没有赈灾行动，你即使抓再多的盗匪也无济于事。因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，并不是抓人呐。麦大人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，不过秦照职责所限，不敢妄言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江南第1名捕秦照，秦捕头。这是鄙人的管家陆银川，陆银川的儿子陆长春。这位是小女小乔。谢谢你，秦捕头。举手之劳，不必介怀。我有一个问题不明白，可否请教秦捕头？但说无妨。秦捕头，为什么不把这些强盗抓起来呢？作为一个执法者，我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的法令，但是我现在正在休假，并没有行使这个职权的权利。好，那麦大人请了，秦照告辞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刚收到的消息，前几天附近顾家桥的王家被端了，全家上下40几口全被杀光了。你说的是王大人那一家子？嗯。是谁呀？谁有这么大能耐？王家有的是能人了，有钱又有势，怎么会？实际情况我也不太清楚，等我回刑部复职，会立即展开正式调查。什么样的人能杀这么多人呢？不能小看这些人，据说是黑道高手仇万恶和他的徒弟们。你们一路可要小心了。目前灾情的严重已经超乎了我们的想象，仅仅施粥是远远不够的。今天我请诸位来，就是商议对策，看看诸位有没有什么好主意。目前最紧缺的就是粮食，不管采取什么办法，再高的价格也要去收购。这里是白银3000两，黄金500两。麦大人，此前您个人已经捐出不少钱了，自家又开了几个粥厂，您这钱……所幸麦某祖上还有些积蓄，虽然麦某已经不再为官，但在咱们杭州还算过得去。在此大灾面前尽一点绵薄之力，我想在天先祖也会欣慰的。在此，我也恳请大家，能尽一份力就尽一份力吧。是啊，怎么了？啊，刚刚出了一件事。还记得秦照秦捕头跟咱们提过的那件事吗？哪件事啊？顾家桥的王家被灭门一事。我们不都已安全回来了吗？唉，
这个灭王家的江湖人物名叫仇万恶，此人号称黑道第一高手，专门与正道为敌。他觉得所有的善人都是虚假的，所谓的善人也就是最虚伪的恶人，所以他就定下规矩，一生专杀善人。而他在每一次行动的时候，都会向别人发出赏恶罚善令。赏恶罚善令，也就是奖赏恶人，惩罚善人。如果一个善人可以在规定时间内改变成为恶人，他就可以放他一条生路，否则就格杀勿论了。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现在这个仇万恶就在杭州，他已经盯上我们麦家了，向我们发出了赏恶罚善令了。真是岂有此理！真是岂有此理！那依你看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想，我们一方面加强人手，做好防备；一方面再联络杭州知府，让他安排得力捕快，捉拿仇万恶，比较妥当。就这么办吧。另外提醒府中上下人等，没有事不要到处乱跑了。属下照办。住手！麦大小姐，对不起，让你受惊了。啊，你们这是要绑票吗？哼，小姐真是聪明啊！啊，是你？还是被您给认出来了。你的目的是要钱还是要杀人？当然是要钱。好，我跟你们走。你不许伤害任何人。如果人人都像麦大小姐那样，我们就省心多了。那请你先把他们放了。好漂亮的姐姐呀！哎呀，可惜可惜。喂，你又是从哪条道上冒出来的？黄泉道。这么漂亮的姐姐，我可舍不得交给你们这群粗人。哼，小妹妹，我可告诉你，这桩买卖是咱们早就耗好了的。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，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。嗯，姑奶奶我呢就喜欢宽敞，这条马路我全占了，一边都不让给你。哦，你就是那个名震江湖、剑不出鞘就能伤人于无形的燕追云燕大侠吧？我早就想跟你会一会了，不过想要跟我动手的话呢，得先跟他动手。看来惦记这趟生意的人还不少啊！上啊！有你姑奶奶在，你不用害怕，兄弟们可都看着你呢。燕大侠，咱们素不相识，井水不犯河水，不如我将这个买卖送给你，做个人情。我们走。多谢二位出手相救。我救你呢，是因为你是我的人，只有我才能杀你。小妹妹，你在说什么？你如果不想死的话呢，还可以给你个机会，杀了他们其中一个，你就是坏人了。我一般都不杀坏人的。我不会杀人的。哎，你可想清楚了，你要是不杀他们的话，你可就得死。我不会杀他们的。哎呀，真是可惜啊，可惜。不过想想也对，红颜薄命嘛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老爷都担心死了。家里出了什么事吗？赏恶罚善令。哈哈，师傅，看你这次往哪儿跑！我告诉你啊，现在我们有饭吃了，赏恶罚善令出现，
肯定有人请我们吃饭的。走，吃饭去。饭菜呢？怎么还没上来啊？我和尚善有善报，你们卖家乐善好施，我来你们家是想回报你们的善行。此事与我无关，我先告辞了。慢，事情还没搞清楚，你怎么会和那个小魔女在一起？你和仇万恶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什么小魔女仇万恶？你在说什么？和尚我知道，赏恶罚善，专杀善人。不过在他规定的时间里改善从恶，他也可以不杀。所以说他还不算太坏。既然不算太坏，我和尚本来可以不管。可他这赏恶罚善，跟我和尚善有善报有点反着来，我又不能不管。你认识仇万恶？认识他的人都死了。这么说，没人知道他到底长什么样子了？说不定是个漂亮的小姑娘，也说不定是个魁梧大汉，又说不定是个英俊的书生。啊，不会是你，你是我师傅，我三乐的师傅，怎么会是你呢？当然也不会是我是善有善报的三乐，不是赏恶罚善的三乐。他为什么要专杀善人，赏恶罚善呢？我知道了，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善有善报的三乐，当然就要有一个赏恶罚善的仇万恶了。那我就要请教这位三乐大师了。既然仇万恶杀了这么多人，你为什么就不行善，把他给杀了呢？阿弥陀佛，和尚只能行善，不能杀生。啊，原来师父是不懂得何为善。我不懂，你懂？你倒说说看。善有大善和小善，救天下为大善，借个人为小善，除大恶为大善，罚小错为小善。而你呢，只拘泥一些鸡毛蒜皮的小善，放着眼前的大恶不除，怎么能叫做知善懂善呢？我看你是没乐找乐，有乐不乐，乐了也白乐。啊，没乐找乐，有乐不乐，乐了白乐。原来三乐就是这个意思啊！师傅，你骗了我，你也骗了我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长春少爷让我们守在这儿的。胡闹！赶紧给我撤了！啊，让二位久等了。失礼，真是失礼啊！鄙人陆银川是麦府总管，这是犬子长春。犬子无礼，多有得罪，还望二位多多海涵。大夫正在给小姐诊治，老爷不放心留在小姐身边，所以让我来招待二位。二位请坐。陆二爷太客气了。公子对书画很有研究啊？不敢，只是晚辈从小生活在书香门第之下，后家中遭遇不幸，才漂泊异乡，过久了尘俗的生活，今日突然置身此间，好像回到梦中故居一样。难怪老朽第一眼就觉得公子不像是普通的游侠剑客，身上有一股脱俗超绝的气度啊！不知可否有雅兴鉴赏一番？其实晚辈才疏学浅，如果没有看错的话，这里所挂的书画是出自宋代名家的手笔，好像还有几幅是宋代宫廷的藏品。陛上对这些情有独钟，所以一直不惜重金在各处收购这些流落到民间的珍品，也不枉一番苦心呢。可惜大宋的万里锦绣河山，千古风流人物，只剩下这繁华一梦，留在这咫尺方寸间了。听公子之言，好像对大宋朝颇有几分赞赏之情。这就是我们家老爷麦大人。麦大人，官爵有礼了。哎，你不是燕？啊，我是三乐。家中有事多有耽搁，怠慢了关公子和三乐大师，敬请见谅。哎，不客气不客气。
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。哦，对了，南京玄武湖上救人的就是你。不敢。在南京错过了与关公子相识的机会，没想到天不负我，居然还让我见到了关公子。更没有想到的是，关公子的武功超凡脱俗，对历史也颇有研究。大人见笑了，晚辈只是略知一二。哼，关公子，人们都说大宋朝的人物耽于享乐，不求进取，所以才有亡国之名。不知公子怎么看？晚辈认为，在兴衰交替的朝代变化中，大宋朝的灭亡是最令人惋惜的。宋不穷兵黩武，使百姓远离战乱之苦，文官治国，带来开明的政治风尚，不妄自尊大，又切合实际的关心民生，使经济空前繁荣。在这样良好的环境下面，人们追求更高境界的精神和创造能力，所以才会有着流传千古的诗词书画，才有影响百世的印刷、火药术的发展。当时人们身上闪烁的是精神层面的追求，和现在人们那种只顾淫乐的生活方式不可同日而语。我常常想，如果可以生活在那么一个懂得生活、尊重生命、追求理想的时代，有苏东坡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柳永、黄庭坚、范仲淹等等为伍的朝代里，不失是一种幸福。郁金曾忆昔繁华，万里帝王家。琼林玉殿，昭轩玄馆，木列生趴。花城人去今宵锁，春梦绕胡沙。家山何处？任听羌笛，吹彻梅花。可惜啊，大宋朝还是灭亡了。那不是大宋的错。当时的大宋集天下最发达的政治、经济、技术、文化思辨于一身，就像一个风华绝代的美人。只可惜美人生不逢时，身边全是强盗。强盗要争夺美人，难道是美人的错吗？美人不能保护自己，只因为她是美人。麦某对旧朝一直爱之深切，难得今日竟遇到小友这样一位知己，喜不自禁了。没有想到关公子文武双全，特立独行，见识独到，这是难求的俊才。唉，什么美人强盗的，没完没了的，真正的恶人就要杀上门了。天灾未完，人祸又到，没想到大明居然还有专杀善人的恶人。关公子，听家丁所言，你与那位送赏恶罚善令的姑娘好像认识，不知公子可否相告这赏恶罚善令使者的行踪，好让我们有所准备。其实在下与那位姑娘不过是萍水相逢，甚至不知道姓名。至于她的来龙去脉，更是无从得知了。哎，你们麦家改善从恶，仇万恶就不会杀你们了。想让我改善从恶，万万办不到。别说是作恶，这个时候就是停止善举也是不可能的。如果我麦府不施粥赈灾，这满城的灾民怎么办？阿弥陀佛，你们麦家一心行善，善有善报，我三乐总算没有白来。这仇万恶，我替你们对付了。大师广修善缘，救度众生，真令人感动啊！只是仇万恶针对的是麦府，麦府不才已经联络了官府，就不麻烦大师了。哎，不麻烦，不麻烦，一点都不麻烦，真的不麻烦。老爷，韩月刀和赤焰剑来了。哦，他们也听说了仇万恶这件事，所以特别来保护老爷。真是难为他们了。我去看看。银川呐，带我送一趟关公子和三乐大师啊。走吧。好。二位请。哎，啊，这是我们家小姐，正用琴声来调节自己的心绪。没想到
有如此美妙的琴声。我们家小姐性情淡泊，不爱谈吐，但这琴棋书画倒是无所不通啊。唉，可能她这该说的话都变成琴声了。卖家毕竟是官府的人，人家也许根本就不愿意江湖人插手他们的事情。那仇万恶算不算江湖人？那我呢？也算是。到底什么是江湖？天下也就是江湖，人一出生就进入了江湖，只是每个人心目中的江湖大小不一样，环境不同罢了。那卖家也在江湖中啊？也算另外一个江湖吧。管他什么江湖呢？江湖人管江湖事儿。我去卖家等着仇万恶不就得了？你去吧，我还有事情要办，先走了。哎，你不能走。我是不是做过善事？你救过那些姑娘，又救了麦小姐，做过善事。那好，你是不是善有善报的三乐呢？是啊。那你怎么回报我做的善事啊？让我想想。不用想了，你就当从来没见过我，就算对我的回报了。哎。这也算回报啊！哎，客官，哎，您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您吃点什么？听说你是这城里消息最灵通的。哟，那要看您问什么事儿了。江湖事，哎，什么事儿？您尽管问。听说泰山派掌门人刘青山金盆洗手以后，家就住在了杭州，不知道现在搬哪儿去了。哎，这样，小的嘴笨，我给你画一个，好吧？我上的还不够吗？干嘛车都不备一辆？免得引人耳目。黑警报，你想干什么？你也见到燕追云了。老子要你带我去找他。哼，老子眼瞎了还是你眼瞎了？居然让老子去找燕追云！大马猴，你总没瞎吧？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，我就想干什么。哼，人在我们手上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这样放他走了，岂不太可惜了？老子得不到的，别人也别想得到。哎呀，什么人？你干什么？我就是大名鼎鼎的天下第二，出道以来还没遇到过对手。我今天倒要看看，有我在，谁还敢称自己是天下第一？美人儿。天下第二，谁与争锋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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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下第二，华山派，请教了。师弟，咱们是来找燕追云的，何必在这小子身上白费力气？燕追云。是燕少侠到了吧？老夫有失远迎啊！
老夫这满园的花草树木，每天都要忙着挑水、浇水呀。你是刘青山？刘青山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啊。老夫现在是落桂散人。我今天来并不是和你对诗来的。你是燕追云，燕雪燕大侠的儿子，你终于长大了。云儿，这一招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，你还没真正领悟到它的精髓。你想想，棋是死的，敌人是活的。你这一剑，要让周围众多的敌人鲜血像花儿一样四散飞落，而自己身上却不能见到一滴血。更重要的是，你要身随心动，你的心要像燕子一样自由灵动。燕儿，你好好的悟一悟这个妃子吧。10年了，你终于找来了。最近3个月不到，你杀了嵩山派掌门左树生，华山派高手华千锋，你又杀了7个人。我想你应该到了。燕家堡132口，我不能不来。等老夫最后一次整理好花园，你再动手。我并不是一个杀人狂。我只想知道真相，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？是没有人可以告诉你的。是没有人知道真相吗？江湖当中，究竟有多少人才真正知道他们在干什么？哼，为了名誉，为了道义，他们去拼杀，去决斗，那只不过是一场轰轰烈烈却又毫无意义的梦。我毕竟还有一些记忆。人呐，很奇怪，越是远离，看事情反而更清楚。就像人老了以后，童年的岁月反而更加鲜活。人离开了江湖，心反而对江湖更加了解。10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武林人士要围剿我们燕家堡？我只能告诉你，我知道当年的情形。燕儿，你已经都长大了，是个男子汉了。爹有件事要跟你说。乱世沧桑，爹也许不能再见到你们了，但是你要答应爹，要照顾好妹妹。我知道了，爹。爹教你的那些武功，要时常练习。我们燕家以后就靠你了。爽儿，要听哥哥的话啊！当时，燕家堡和丐帮都是武林里最受人尊敬的2大门派。武林里有什么纠纷，都会请这2大门派出面解决，而解决的结果，也确实能令众人心服口服。因为有着东丐西燕统领江湖，江湖出现了难得的平静，
稳定和团结。你要不要玩？要玩。来吧，坐好。后来，丐帮遇到了很严重的危机。武林中包括华山、嵩山、环山和我们泰山在内的好几大帮派，几乎同时接到丐帮子弟上门求救。他们说，燕家堡要灭了丐帮，独霸江湖。各门派听了丐帮弟子的话，都很吃惊，甚至不敢相信，决定上燕家堡去问个清楚。接着，奇怪的事就发生了，在路途中，每一个帮派每天都有一个弟子死在燕家剑法之下，大家甚至不知道对手藏在哪儿。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各路帮派集合各派好手，在离燕家堡10里地相会合时，大家终于发现，下杀手的就是那些上门求救的丐帮弟子。这些丐帮弟子都有一身精纯的燕门功夫，在围捕时跑了不少，但也被我们抓住了几个。他们说，他们本来就是燕门弟子，屈居丐帮，就是要等待一统江湖的机会。而现在，丐帮帮主已被燕家堡杀了，丐帮秘籍《七杀经》也落进了燕家堡。今天让大家到这里来，就是要听奉燕家堡的命令，否则的话，就跟路上的那些人一样的下场。后来，我们果然听到了消息，丐帮帮主被杀了，七杀经也丢了，丐帮陷入了严重的内乱。你们相信他们说的话吗？他们至死都在高喊效忠燕家堡，要扫平武林各派，一统江湖。大家能不相信吗？所以你们各派血洗了燕家堡。这一仗，各门派也损失惨重啊。咎由自取。老夫一直在想，如果燕家堡果真想称霸武林，绝不会把武林各派引上门来，自取灭亡的。燕家堡灭亡了，丐帮也凋零了，江湖陷入了严重的黑暗和混乱之中。丐帮帮主被谁杀了？丐帮的弟子到底是些什么人？七杀经又去了哪里？王大人，该来了，你怎么回事？来，小小的杭州城竟然一下子聚集了这么多武林人物，还不都是冲着那个人来的？这位爷，您说的那人是谁呀？
多嘴！嗨，您那不说我也知道，不是燕追云就是仇万恶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全天下都知道了。哎，这是英雄楼，虽说开店的不是英雄，可进店的哪位不是英雄啊？嗨，有这么多英雄来来往往，这英雄楼对天下英雄事岂有不知之理啊？那你可知现今武林当中最轰动的大事是什么？这最轰动武林的莫过于3件大事。第一，就是天下武功第一的神州鬼凤凤七先生要招女婿，谁能成了他的乘龙快婿，江湖地位可就不可同日而语喽。第二呢，当然是燕追云出现在杭州，他的出现就意味着一场对武林第一秘籍七杀经的争夺就要展开了。第三，就是赏恶罚善令再现江湖，仇万恶也到了杭州。这位客官，我说的不错吧？这第2、第3件大事都跟咱们杭州有关，我想不知道都不行啊。哎，各位英雄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到这儿来是来对付燕追云的，还是来对付仇万恶的？关你什么事啊？我只是一个江湖过客罢了，看江湖中如此的热闹，不过好奇一问，难道阁下有什么不方便讲的吗？当然是燕追云了，在座的各位都不会否认。哎，那个燕追云何德何能，这么多人捧他的场，是不是你们每个人都跟他有仇啊？我跟他无冤无仇，但事关武林道义，燕追云不肯交出七杀经，还打伤了这么多武林同道，我们这是为了武林的正义而战。武林的正义，江湖真热闹。哎，谢谢啊。不错不错，果然有不少人物在这儿，看来我这趟没白来啊。在下是武功天下第2，向各位英雄请教了。那我还是天下武功第1呢。我知道你们想干什么，不就是要找燕追云吗？我就是燕追云，谁在找我？怎么想比试吗？我来。嘿。燕家剑法。走。你放开我！你是什么人呐？拉住我！你是谁啊？我是谁？你管得着我是谁吗？人家本来马上就要打赢了，你添什么乱呢？你为什么要冒充燕追云？你和燕家堡到底有什么关系？我冒充燕追云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燕追云。现在全天下人都知道我是燕追云了。你这个女人为什么要冒充她？你知道全天下的人都要杀掉她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愿意。我就是天下第2。你以为我怕他们来杀我吗？哼，我才不怕呢。你在哪儿学的燕家剑法？你用燕家剑法干过什么？哎，你这人怎么那么爱管闲事啊？你管我在哪儿学的燕家剑法？我高兴说就说，不高兴说就不说。凭我手中长剑，绝不会让人玷污燕家剑法。燕家剑能在我的手中使出，那是它的无上荣光。难道你也想跟我比试？你到底说不说实话？该说的我已经说过了。
燕追云，老子与你不共戴天，士可杀不可辱。燕追云，你死定了！对，死定了！哼，这小子！二位，这是怎么了？燕追云杀了我师兄，我们找他报仇，谁知他狡猾得很，用声东击西的办法把我们俩分开，把我们打了一顿，太可恶了！就是啊，别让我见到他，让我见到我非杀了他不可！哼，什么天下第二？本来他根本打不过我们兄弟俩，可这小子居然会我们华山剑法，更可恶的是，他还会破我们华山剑法。哼，10年前燕家宝想称霸武林，这小子学了各派的功夫，又破了各派的功夫，现在卷土重来了。天下第二，谁与争锋？天下第二，谁与争锋？天下第二。没长眼的东西，还不快去通知你们家主人出来迎接我们？他的救星来了。这年头上门来讨好处的人，爷们见得多了，咱们麦府也乐善好施。可想来讹诈，你找错地方了。你们麦府就是这样招待客人的？那我倒真要替你们家主人教训教训一下你们这些不懂规矩的下人。下次记得要守些规矩哦。天下第二，谁与争锋？天下第二，谁与争锋？天下第二。请留步啊！请留步。好，下来下来。你又是什么人呢？啊，这大户人家怎么这么麻烦呢？去叫管事的人出来跟我说话。我呢是这里府上的总管夫人，这府上大大小小的事情啊，都是我们家老爷主持着。可他出门未归，各路英雄有什么事情，就跟我说好了啊。行，有个说是的就行。阁下是哪路英雄啊？在下嘛，就是天下武功第二的燕追云。这些嘛，这是我刚刚收下的弟子风花雪月，这些是我刚刚收复的部众。哦，燕大侠，失敬失敬。那不知燕大侠今日登门造访，有何贵干呢？啊，不是仇万恶要来了吗？现在全天下的武功也只有我才能对付仇万恶，换句话说，也就是只有我能救你们全家人的性命。燕大侠，我呢虽然3步不离家门，可是您燕大侠的侠义行为，我早就如雷贯耳。我等实在是非常的钦佩呀。你呀，别在这儿跟我啰嗦了，快点给我通知仇万恶，告诉他到这儿来跟我决斗。处理完他，我没空在你这儿耽搁。对不起，燕大侠，那仇万恶又不是我们家老爷请来的，我们上哪儿去通知他，去找他呀？啊，好办。大头、二头、风花雪月，这就出去给我大声的吆喝，锣鼓敲得响一点，告诉仇万恶就到这里来找我决斗。叫得大声的有响，不能叫！哎呀，大侠，大侠呀，等等！哎呀，大侠，哎呀，燕大侠，等一等！燕大侠呀，大侠，这没什么高手，只有女眷。这可是你的不是了啊！私闯内宅，惊扰女眷，我们可就不客气了啊！哎呀！燕大侠，大侠，千万别动我们家小姐，有什么事我们好商量啊！哦，原来是麦家的千金，这么好的宝贝，我怎么能轻易放手呢？哎，你要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啊？我想干什么？不管你们是谁，都会来找我的。走，小姐。站住！燕追云，你们是谁？
在南京的时候，你杀了华前锋，我们没有追究你。没想到你胆子倒是不小，居然敢追到杭州来。停手！错了，错了。不是已经跟你们说明白了吗？怎么还这样？干什么呢？我先走一步。好自为之。一个人并不是每次都会那么幸运的。幸运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活得坦然，活得无怨无愧才是最重要的。两位和关先生还真的打出感情来了。你真的相信他就是什么关先生吗？难道他不是？小乔暂时应该不会有危险。我看那少年疯疯癫癫的，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样的蠢事。若真把仇万恶引去了，他若不是仇万恶的对手，小姐就有性命之忧啊！老爷，您看要不要请杭州知府派些衙差来搜救小姐？这种时候本来流民蜂拥，良莠不齐，仇万恶也闹得满城风雨。但毕竟杭州城还有麦家，只要我麦家不倒，百姓还有个希望。若大家知道我麦家连个小姐都保护不了，说不定就会流言四起，后患无穷。我明白了，我马上派人在城中查找。银川啊，我知道你肩上的重任，千万别再出事了。哎，老爷，老爷，长春，爹，那个秦赵秦捕头已经弄到了仇万恶的画像，他还通过刑部衙门向仇万恶发了警告令。原来还有一个好事不做的假燕追云，下次让我三乐遇到，我一定抓住他，让他跟着我好好学学做好人。我觉得有点奇怪，麦府的两个护卫明明认出了我，却不揭发我，他们想干什么呢？这个我知道，他们是想保护你，他们想学我善有善报，来回报你的。这么一闹，仇万恶可能会抢先随时动手，我们一定要在他动手之前跟他了断。我在麦家等着他不就得了？那明天我也去。啊？怎么了？你怎么突然关心起麦家来了？因为我觉得麦府上下有点奇怪。你不是喜欢上麦家小姐了吧？